大家好，今次去到福島縣嘅西面，係縣內人口第4大嘅城市會津若松市，佢又有武士之鄉之稱。如果大家揾會津若松市嘅旅遊資料呢，相信鶴城就會係第一個介紹出嚟嘅旅遊景點。初代嘅鶴城係喺1384年建成，而而家見到嘅鶴城呢，係喺1965年重建嘅。會津若松市係一個喺山谷裏面嘅城市，上到嚟鶴城嘅最頂層，望出去可以見到東北邊嘅盤梯山。參觀完鶴城之後，可以去附近嘅七日町散步。七日町係由明治時代開始已經係會津若松市嘅主要商業街，到而家都有各式各樣嘅鋪頭㗎。福島縣物資豐富，其中一項鄉土料理就係保留咗食材原汁原味嘅輪箱飯。喺市嘅東面呢，有一座小山丘叫做范盛山，上到嚟山頂上面可以望到會津若松市嘅大部分地區，包括頭先參觀過嘅鶴城。山上面有一座會津榮羅堂，係一座由木建造而成嘅佛塔。會津榮羅堂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佢裏面係冇樓梯㗎，而係由一條斜路喺塔底一路行上塔頂，所以喺裏面行嘅時候，一路行上塔頂都數唔到個塔究竟有幾多層。上到塔頂之後，就會沿住另一條斜路行返落地下，兩條斜路一條上一條落，互不交錯。范盛山亦係1868年會津戰爭之中，一群保衛會津若松市嘅少年軍白虎隊因為戰敗而集體自盡嘅地方。由市中心搭巴士，大約10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東山溫泉。東山溫泉係日本東北地區其中一個歷史悠久嘅溫泉區。下次大家想揀溫泉酒店或者溫泉旅館嘅時候，除咗睇佢哋本身嘅設計、溫泉嘅種類之外，不妨留意下有冇以下呢一個詞語。源泉かけ流し嘅意思即係話個溫泉冇溝水、冇循環再用、純天然嘅意思。下次可以試下。